人算小宝趣味得地园，咱用河路来唱山歌，内容机卡人学路。酸妹啊，顶礼拜咱两个人一问一答，算讲咱两个人是拍平就对啦。对啊，所以今仔日我要搁招你研究，搁请教。哎呀，研究请教我唔敢当，只要观众朋友若介意听就好。来，请。对啊，所以即马爱换我出问题，我若问你就爱答。要换问题哦，啊无你是要换什么问题？你真正听哦。好。东朝的皇帝是啥物人？东朝皇帝就东明王啊。啊，啥物人皇子去取经？三宗。那是啥物人？有三个徒弟，啊嘛是三宗。你人拢知毋知？我再问你，啊是啥物人伫路上受妖怪？哎呀，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安尼哪有意思？拄咱三哥也对嫁啊，小宝也对嫁，拢毋知啥物人输赢，安尼袂用的啦。无咱规起来安尼啦，咱来对四句，看啥物人输，啥物人赢就知影。讲四句，好啊好啊，这还佫较精彩。来啊，唱啊。吉孝渐渐，吉达圆圆，吉顺好食，吉果达钱。安尼，好，会晓无？真少听哈。莲尖渐渐，莲叶圆圆，莲藕好食，莲子值钱。你比这啊？对。鸡喙尖尖，鸡卵圆圆，鸡肉好食，鸡腿值钱。你讲对？好来，听好哈。猪肚尖尖，猪心圆圆，猪肝好食，猪肉值钱。真够会晓。好，我即马就用自身在摇的物件。来，我搁问你，毛鼻尖尖，目盘圆圆，股费好食，文章值钱。到你即马讲这，我是要对啥？若袂晓对就认输嘛，袂晓哈？无啦，等下我想一个啦。人想遐尼久诶。无，想着，来，你真少听哈。下暝你的实在是尖尖嘛。你的面仔是圆圆，你的面食好食，你一笑值钱。哎呀，规个人讲这拢要甲我骗啊，坏啦，我爱甲你搬啦。你认输就认输，哪人安尼唔甘我？哪人认输？你要甲我骗啊？我甲你骗哦。好啦，啊无算讲我骗你，咱就搁拍平就好咯。本来就是。哎呀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啊无即礼拜就搁算讲互阮两个人拍平啦。